这条花30岁以上的人天初会上去露头摆，无唔错，这就会上座的天然扛棒。收藏了珍贵天然扛棒的青蓝叶，向南头玻璃人，做到40万元钱，就会一位天然扛棒画家。现在特殊家吼，摕学校特殊建个花农花嘅嘛强走啦，嗰條乜嘅農花嗰條藝模嘅東西啦，藝一定愛條人啊，所以藝要愛看天陽，啊如果愛花天陽明星。此時由畫圖彩前嘅青藍葉，國小畢業過後就專心學畫天然扛棒。15歲嘅時，已經係師傅級嘅人物，而家人就包落玻璃境內，將佢一半嘅工作量。玻璃一些差別一啲嘅所在天要8件體驗嘅，藝到尾嘅吼，藝一定要減3件體驗來畫。弄個畫一般係畫到天光嘅，係我畫到天光啦。啊，唔過後生啊，較後生啊，19歲已經做得了。這個是那個普里山上的那個看板，那是我的最愛。頭擺嘅好講件，以前還是在對收藏當中感受到，雖然畫天然扛棒，而且只本人看做係勞工，青藍葉適宜一款投入為用。天陽無簡單畫呢，唔好看天陽，天陽一隻木柱吼。安排呢，唔翻落來吼，唔係有槍無槍哦，吊起來等於地講有槍無槍嘅，嘅無簡單嘅人要畫，學校讀書畢業嘅，行咗訓練3-4年等於發到嘅。講起以前嘅條路，青藍葉係當風神，當時佢係一班下上台北接寫，不過等等天然葉生態嘅改變，起然關門嘅關門，減少嘅減少，手工天然扛棒也漸漸消失。1972啦吼，又簽落嘅，1972哦，啊到1983吼，玻璃都冇嘅，啊台北還有，台北到1992當真嘅冇。無扛棒是在畫青藍葉係嘅技術畫。慢慢呢，弄個流步嘅台北市，青藍葉當好到鐵花嘅潛落時妹，因為呢片有點同故鄉當相像嘅情景，從彩牽頭以來，了了簡單嘅布擺，就變咗畫家無助頭度嘅風景。佢搭尾弄起現代日本時代就以為安尼無嘅，所以我對啲伊好奇，所以我弄我落搭尾，看起來畫嘅造型啦，也啲地度嘅人帶人吼，地度嘅東西看有乜嘅有誒像現代嘅味道啊。唔過就像手工天然扛棒同款，青藍葉你下也看見鐵花機嘅古樸，等等時間漸唔見咧。今日冇馬出面啦，嗌咩冇馬來，看到冇馬神奇嘅。變到冇馬神奇嘅，都弄畫嘅弄拆到冇重樣。啊，講起來要到嘅房地產講，要整修啦。係如果安尼係啲裝備較唔會立下來安尼。離唔開畫圖，同時係你親口畫人物，所以青藍葉同西門町做記錄畫家。像安尼，同記錄畫人物素描，青藍葉已經有將近30年嘅經驗，因為佢係早期同呢項藝術傳入台灣嘅畫家之一。啊，我就由去組團去見外國了，從安尼看到轉來，啊年代有談過嘅啦，年代還忙去親身忙去過有談過個發掘一度安尼畫家，係啊我唔會擺哦，安尼畫圖吼又氣質又不錯，啊又高雅，啊我又可以現場哈，現場畫。只係1980年代嘅台灣，係你戒嚴時期，所以當時嘅緊張唔是講一啲。家下弄順茶弄個作，弄個開發彈，我哋冇冇俾開發彈，發彈我哋好似講
奇怪，你呢法国巴黎，你能做的法对了，人哋国家嘅款嘅文化政策啊，感觉伊冇感觉伊海头嘅，感觉有學校咩？人哋學校按到大學弄係藝術嘅咩？佢哋畢業唔可以試那去，你那邊畫圖咩哈？難道講其他嘅畢業你就冇條路啊？哦，喊政府哈，呼籲政府哈，哦要按你頭腦，啊，到我哋咧就下線嘅呢，下線呢份獎金過呢，到尾一個 OK 成立啦，啊，仲按呢大家弄來考試，哦，秘書的考試，啊，考試有過嘅當做的有按呢徵召。了團過往，前男友唔免國家講，因為你下當然面對無窮款嘅人客，揮灑等受限嘅花別，嗰份滿足感將係真實世界。哎，那花有一站的模特哈，人花了一站哈，人這個嘛咁我一站，哦，睇花價都100塊啊，哦，真地嘅哦，吼，拿出渾身解數，花到100啊呢，啊花後本人下看，人下講，誒，唔咁樣樣嘅，哦，人下講，夾親戚朋友講，限讚哦，哦，安尼你100嘅。經過手工天然扛棒嘅興旺同沒落，有套記錄畫圖尋到世界嘅空間。對前男友來講，畫圖唔單止係條路，唔單止係興技能，還係佢嘅人生價值。